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香港精神唔係講緊太平山上嘅有錢人，而係獅子山下20幾日嚟為公義拼搏、無畏無懼嘅市民。我哋係一班普通到震嘅香港市民，我哋醒起自己都識得四圍爬，所以就決定爬住嚟撐 Umbrella Movement 啦。呢一班識得爬嚟爬去嘅蜘蛛仔，查實係14個攀山 fans。只有真正民主去選擇我哋呢一特首。一個特首喺佢嘅任期入邊，只要做到一項嘅德政，佢都改善到一小部分嘅民生。尋日朝，佢哋帶住我要真普選嘅 banner 上獅子山，將10層樓高嘅不朽名句傲視東九龍。即係回歸後嘅香港根本獅子山精神係唔存在。大學生畢業其實出到嚟都講緊萬零蚊，究竟我哋等到30幾歲啊，定係40幾歲先可以成為中產呢？所以我哋揀獅子山精神就係希望我哋香港係可以有一個公平嘅競爭。不過掛咗2個鐘，就有差人同漁護處嘅人到場，口頭警告同登記資料。追求自己應該有嘅一個權利啦，係啦，即係真普選啦、提名權、投票權。我自己2年前第一次行獅子山嘅時候，我就開始明白到點解喺獅子山下唔係太平山下咧？可能喺正九龍嘅正中心，後面新界呢邊九龍啊嘛。咁有影響力嘅地方，消息話警方、消防、民安隊嘅人今朝早就會上山插 banner。佢係反映咗香港人嘅訴求，同埋更加團結咗呢股力量咁樣。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守護翻獅子山下嘅精神嘅，咁我覺得個 banner 喺度就可以好體現到呢樣嘢啦。梗係啦，英殖時期嘅獅子山下住滿木屋、公屋同做工廠嘅貧苦大眾，靠住拼搏、自強不息，成就今日香港。08年嗰時，都有人上山掛滿有西藏特色嘅經幡5色彩旗，最終梗係被當局拆走啦。